不是，所以各位浅显，有人说灵性出来什么感觉都没有，我就觉得那不知道是什么出来的。真正灵性出来绝对是有感觉，而且刚开始你自己还分不清楚你灵性出窍，所以会功的人一般都不知道自己会功，我就觉得应该是。然后飞，然后越飞就越来越亮哦，到最后整个地方都是光，亮到或许睁开眼睛看，眯着眼睛看都看不到东西，亮到那个地步。然后仙翁就停下来，他拉着后雪的手，然后拉着后雪就走过一个台阶，那个好像是